歡迎嚟到加加加加 C 加加呢個系列。喺呢個系列入面呢，我會由淺入深介紹 C 加加呢一個程式語言嘅。咁鋪排上，我係會逐樣介紹呢個語言嘅功能啦，有時仲會俾少少練習題嘅。不過先旨聲明先，基本上係唔會一直有好多好玩嘅 project 俾你整嘅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比較中意成時都有啲成果寫出嚟爽咁嘅類型嘅話呢，呢個課程可能就少咁啲成就感啦。好，咁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嚟睇下第一個課題 Hello World。咁其實咩係 Hello World 呢？佢就係任何語言嘅初學者都會寫嘅第一個 program。呢個 program 唯一做嘅嘢就係 run 嘅時候喺 console print 個 Hello World 呢串字出嚟，目的就係等你體驗一下 syntax、compile 同埋 execute 嘅過程。咁其實因為要整一個 C++ 嘅 program 出嚟 run 呢，係涉及好多嘢嘅，所以我會推薦你去裝一個 IDE 先。用 IDE 嘅話，噓一聲就可以開始學嘢啦。IDE 可以幫你捉 syntax error 啦，幫你一 click compile，然後 run 你個 program， 非常之方便嘅。市面上 IDE 嘅選擇都係林林總總嘅喎。你用 Windows 嘅話，可以用 Visual Studio； 用 Mac 嘅話，可以用 Xcode。咁亦都有其他跨平台嘅選擇，例如 CLion 同埋 VS Code。咁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，有啲 IDE 係要俾錢嘅，例如 CLion 咁。如果你中意玩 hardcore 或者想做個免費仔嘅話呢，亦可以自己用零零星星原始免費嘅工具砌一個開發環境出嚟。特別係如果你本身已經識用呢啲工具嘅話，咁啊更加快會上手添。好啦，講咗咁多廢話，終於可以嚟寫你第一個 C++ program 啦。Hello World。第一個我會攞嚟示範嘅 IDE 係 Xcode。喺上面個 menu 度揾 File， 然後 New Project。咁跟住喺呢個畫面度揀 Command Line Tool。呢啲名同埋 IDE 是但打就得噶啦。最緊要係要喺 language 度揀 C++。揀個地方 save， 咁你就整咗個 project 出嚟啦。咁開咗 project 之後，我哋第一時間教一教 C++ 個 standard 版本先。咁如果有需要特別用邊個，我會講嘅。依家用住14先啦。咁跟住你就督左邊個 main， 佢應該會有啲預設嘅碼喺度嘅。咁你刪晒佢，重新自己打過，跟住畫面上面嘅碼打一次。你注意到嘅話呢，寫 code 其實唔係由上至下、左至右整齊咁寫出嚟嘅喎，成個過程係好跳脫嘅，因為你要一路諗一路寫噶嘛，有時諗到啲嘢就要翻轉頭改，咁所以咁寫先係正常嘅。最後就篤上面嘅 play button， 咁喺下面嘅 console 你就會睇到出咗 Hello World 啦。咁我介紹多個 hardcore 版，係用 Vim 同埋 Makefile 嘅。咁呢個我就唔詳細展開啦，有興趣嘅話就自己研究下啦。
咁寫好晒 code 同埋 make file 之後，最後就係 build，然後 run 呢個 program 啦。咁第0章我哋就講咗咁多先，下次返嚟我哋就嚟真噶啦。有咩意見或者想學嘅嘢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